歡迎大家收睇 IT 爸爸唔充電呢個頻道。我係一個 IT 人，寫咗10幾年曲，每日都對住電腦。我有2個小朋友，我嘗試唔用電話，唔用 iPad，屋企冇電視，而係用書本、用閱讀陪佢哋認識呢個世界。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唔充電嘅育兒方法，記得訂閱啦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足以改變小朋友一生嘅話題，就係從小為你嘅小朋友建立讀書習慣嘅重要性。我哋成日都講，唔好令你嘅小朋友輸喺起跑線上邊。於是我哋就送佢去上唔同嘅班，識字班、面試班。但係喺呢個節奏飛快嘅時代，有一件低成本、高回報，而且令小朋友終身受益嘅法寶，往往都俾我哋忽略咗。呢個就係親子共讀同埋閱讀習慣嘅培養。首先，閱讀係俾大腦最好嘅早期投資。根據腦科學研究，親子共讀嘅時候，小朋友嘅大腦會產生一種頻率，呢個係有助於提升佢嘅專注力同埋認知能力。當我哋抱住小朋友一頁一頁咁樣掀本書，我哋唔單單只係講緊故事，更加係建立緊佢哋嘅大腦成長。一個喺書本入邊長大嘅小朋友，無論佢嘅詞彙量、理解能力，定係邏輯思維，遠超過嗰啲只係接觸電視、iPad、手機嘅小朋友。其次，閱讀係培養專注力同埋耐心嘅土壤。喺呢個資訊碎片化嘅時代，短片同埋嗰啲色彩繽紛嘅卡通動畫，都係侵蝕緊小朋友嘅專注力。而一本書，佢係需要小朋友靜落嚟，跟住情節走，等待主角解決唔同嘅難題。呢個嘅等待同埋沉浸嘅過程，正正都係鍛煉小朋友延遲滿足同埋深度思考嘅能力。一個從小就可以坐落嚟聽完一本書嘅小朋友，未來喺課堂上邊，佢都更加可能坐得住，聽得完。再者，閱讀係建立同理心同埋情緒力嘅橋樑。小朋友喺書入邊會遇到唔同嘅角色，經歷佢哋親身冇經歷過嘅困難同埋冒險。當佢哋為故事入邊嘅小動物傷心難過，或者為到主角成功而歡呼嘅時候，佢哋就係學習理解緊其他人嘅情緒。呢種靠書本培養出嚟嘅同理心，亦都係小朋友未來喺社會上邊同人哋相處，建立健康人際關係重要嘅橋樑。最後，我想強調嘅係，閱讀係會帶嚟無限嘅可能性。因為我哋冇辦法帶住小朋友行勻世界每一個角落，但係書本做得到。我哋冇辦法令到小朋友經歷所有嘅職業同埋人生，但係書本做得到。通過讀書，小朋友可以穿越唔同嘅時空，可以同唔同嘅偉大科學家對話，亦都可以漫遊喺奇妙嘅幻想世界入邊。會幫助佢哋揾到自己有熱情嘅地方，亦都可以揾到未來嘅志向。咁到底我哋應該點樣做呢？好簡單，就係堅持同埋陪伴。呢樣嘢唔需要昂貴嘅教材，淨係需要每晚瞓覺之前15分鐘，放低你嘅電話，攬住你嘅小朋友，一齊讀一本書，令到小朋友覺得讀書唔係功課，而係同爸爸媽媽最親密嘅時光。我哋留俾小朋友最大嘅財富，唔係銀行入邊有幾多個零，亦都唔係你有幾多條鎖匙，而係一個終身受用嘅閱讀習慣，可以帶佢哋未來喺天空上面飛得更加遠、更加高、更加穩。不如由今晚開始，我哋就一齊同小朋友讀一本書。如果大家鍾意呢條片，
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。下條片見。